各位觀眾大家好啊！今集動漫文潮同大家講一個香港陀螺選手挑戰亞洲嘅事情嘅。首先簡單介紹一下，陀螺係一種玩具，原理係繞住中心軸嘅旋轉，然後平衡喺陀螺尖端一點嘅持續旋轉，而令到陀螺站立嘅一個玩意嚟嘅。陀螺喺好多考古嘅遺跡當中被發掘到係最古老，亦都係可被鑑定嘅玩具之一。自古以嚟，陀螺原理亦都被製作成賭博嘅遊戲，例如呢個轉輪盤嘅遊戲啦，以及演變成導航用嘅陀螺儀嘅。陀螺嘅旋轉功能咧，係將細線就圈喺嗰個陀螺嘅圓柱部位，然之後咧就用力就拋出嚟，就令到佢喺地面嗰度轉嘅。咁最初咧，陀螺咧係唔穩定咁樣喺呢個地面上面咧係搖搖下嘅。咁直到咧陀螺尖將陀螺撐起直立，就而視之為成功嘅。因此陀螺嘅廣義解釋就定義為任何物體就要用佢嘅重心為支點，受力後就保持穩定嘅自身旋轉狀態。咁呢樣嘢就稱之為陀螺啦。亞洲方面，陀螺由日本開始興起，因為台灣經歷過日治時期，輾轉咧就傳到去當地啦。因此台灣人咧亦都好多人咧係會玩陀螺嘅。經過時代科技嘅研究改良，已經開發出各種千奇百怪嘅形式嘅，並賦予各式各樣嘅功能。例如製作陀螺嘅材料咧，已經唔再只限於木頭。磁浮陀螺亦都唔需要接觸到地面，手轉嘅陀螺亦都唔再需要繩啦。響陀螺可以發出聲音嘅，而爆旋陀螺咧整成呢個扁圓體等等咧，亦都已經超越咗陀螺原有嘅範疇啦。而陀螺其中一個喺動漫界最知名嘅例子咧，咁就要講到喺70年代一套機械人作品 V 型電磁俠當中嘅一種武器，叫超電磁陀螺嘅。直至1999年，由青木孝夫編繪嘅爆旋陀螺喺小學館連載，以及喺2002年爆旋陀螺動畫開始喺香港播放之後，再配合周邊嘅推出，爆旋陀螺立即成為當時小朋友嘅熱血篇章。呢一個同一般動漫王道嘅熱血、友情、勝利滿滿嘅方程式係非常之匹配嘅。咁我咧大約喺呢個20零年前度啦，正就係呢個第2輯動畫《無敵爆旋陀螺》喺香港播放嘅時候，咁就見到有小朋友就攞住個陀螺盤去到公園同朋友咧一齊打陀螺嘅。呢一種畫面咧令我留低咗呢個深刻嘅印象㗎。時至今日，爆旋陀螺已經推出到第4個動畫系列啦。最新嘅動畫作品《爆旋陀螺 X》第2季更加邀請到日本2大人氣組合 L'Arc-en-Ciel， 即係彩虹樂團，就演唱呢個片頭曲 You Gonna Run， 以及女子樂團 Perfect 演唱片尾曲 Cosmic Treat。爆旋陀螺 X 喺2023年開播之後，唔單止喺日本、台灣以及香港熱播，亦都引發咗新嘅爆旋陀螺熱潮。本番作嘅第1季，即係頭51集，而家亦都喺英國嗰度播放緊。其周邊咧，亦都可以喺當地嘅玩具店購買得到嘅。咁爆旋陀螺熱潮咧，都可謂席捲英倫啦。而喺呢個西班牙，更加推出咗當地甲組足球球會巴塞隆拿成呢個爆旋陀螺特別版。咁爆旋陀螺熱潮咧都去向歐洲席捲當中啦。至於香港咧，爆旋陀螺喺部分嘅商場會舉辦由 G1 至到 G3 級別相關嘅比賽。日本方面當中嘅 Beyblade X 嘅官方網店又稱為 B4， 只會舉辦體驗會，即係推廣以及試玩活動，以及 G3 嘅錦標賽㗎。而呢度咧就主要就會舉辦2種嘅常規比賽，
其中一種就係 G3 嘅官方店賽，以及 S1 嘅非官方，但係喺認可嘅店鋪或者場地進行比賽嘅。而級別較高嘅 G1 或者 G2 就會喺商場或者其他大型場地嗰度舉辦嘅。最高級別嘅當然係 GP 啦，即係大獎賽。咁呢度正正就係一眾爆旋陀螺選手嘅大擂台，但係 GP 就只係得日本先有得舉辦嘅啫。咁點解我哋會稱佢哋做選手呢？因為爆旋陀螺比賽正正就係單對單嘅對賽，佢哋以自己對爆旋陀螺嘅知識以及個人嘅喜好，將屬於自己嘅爆旋陀螺裝備好，然之後就同呢個同好進行對賽嘅。其實歷年嚟香港爆旋陀螺比賽當中，一眾優秀嘅選手不單止互相競逐較技，期間亦有互相交流同埋鼓勵。呢一種體育精神啊，絕對可以同其他嘅運動比賽看齊嘅。今次動漫民潮相當榮幸邀請到香港爆旋陀螺戰鬥工會嘅會員，全部都係爆旋陀螺高手嚟㗎，包括香港爆旋陀螺戰鬥工會秘書長交州、活動策劃人卡洛 B， 以及今屆即將代表香港及澳門出戰日本爆旋陀螺亞洲錦標賽嘅冠軍 Jarvis， 仲有將同佢隨行嘅教練阿 Sir。另外，亦都邀請到香港爆旋陀螺戰鬥工會嘅召集人羅偉光先生接受今次嘅專訪嘅。咁部分嘅內容咧就只限於我哋動漫民潮嘅 Patreon 會員頻道播出嘅。咁首先我哋由香港爆旋陀螺戰鬥工會秘書長交州簡單講解一下爆旋陀螺比賽嘅玩法以及規則先。就等我同大家講下爆旋陀螺 X 嘅對戰規則啦。比賽係使用3陀螺4分制，最先得到4分或者超過4分嘅就係為之勝利。對戰之前要準備3個陀螺，每個陀螺嘅配置係由3個部件組成，3個陀螺嘅部件係唔可以重複嘅。影片提示嘅呢個地方就係我哋嘅對戰區域。準備好之後，雙方就要用包剪揼呢個方法去決定你喺陀螺盤企嘅方向。得分嘅方法呢係有4種，包括極限勝利係會得到3分，衝擊勝利2分，擊爆勝利2分，同埋持久勝利1分。另外一個情況就係發射失誤2次，咁對方就可以得到1分。極限勝利就係指陀螺跌入去中間呢一個提示入邊比較大嘅區域，而唔能夠返回場中，咁對方就可以得到3分。衝擊勝利就係指如果跌入去提示入邊兩邊2個區域任何一個，而唔能夠回到場中嘅話呢，咁就係會判呢個衝擊勝利，咁對方就可以得到2分。擊爆勝利就係指陀螺經過衝擊之後，佢嘅部件分離，咁對方就可以得到2分。持久勝利就係指當有一方停止落嚟，另一方嘅陀螺繼續保持住發射方向咁樣旋轉，我哋就會判繼續旋轉嘅陀螺持久勝利。最後嘅係，如果同時發生2種勝利情況，我哋會取決於發生嘅先後次序而去判決邊一個得分。好啦，咁現在咧就想請一眾爆旋陀螺嘅高手啦。咁首先咧就自我介紹一下嘅。咁首先就交由呢個秘書長阿交州開始先啦。我就打咗8年㗎啦，其實咁我最佳嘅成績就係 G2 級比賽咧，就曾經去到第4。咁就如果 G3 咧就冠軍都攞嘅。我都係由 First 開始玩，咁我就喺 First 初期，大約2015年就玩到而家2024年啦。咁暫時喺呢一代 X 世代，即係最好嘅好成績就係G2 嘅單人賽嘅冠軍，或者G3 嘅冠亞季軍，我都有攞過嘅。我由
上一代擊爆世代開始玩，大約係2018年玩到而家，約莫係6年左右啦，出嚟比賽。咁我喺今代 X 世代最佳嘅成績就係G1 級嘅亞軍，同埋 G3 比賽我都攞過4次嘅冠軍，G2 都 GQ 級比賽都有第3名。哦，果然戰績彪炳啊！好啦，咁我想問多樣嘢，就係話你係咪因為收睇過呢個爆旋陀螺呢部作品咧而入咗坑㗎？都有啊，都有俾一個動畫啊，或者即係一啲媒體影響咗，會接觸咗呢個爆旋陀螺。咁當然啦，呢項運動咁我細個嗰陣玩就係得我同我爸爸玩啦。咁由我出到嚟開始打比賽嗰陣，我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朋友，雲友即係可以平時同我哋傾下偈啊，即係點樣砌啲陀螺啊嗰啲咯。係啊，我由最初代2002年啊，喺無線電視播嗰套爆旋陀螺，我已經有玩。好啦，咁我就想問多樣嘢，就係話呢項運動啊，令到你得到咗啲乜嘢啊？就起碼個人會係開放啲啊，我識多咗朋友啊，多咗同人交流啊，咁就真係識咗好多好朋友嘅，因為呢個活動好多增加同小朋友之間個溝通咯。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小朋友嘅，會話一齊玩啊咁樣。即係玩陀螺亦都增加咗我對呢個點樣同陌生人溝通。因為我本身自己就比較唔識點講嘢嗰啲啦，係。但係玩咗陀螺之後，就覺得原來同人溝通嗰啲都冇咁難嘅，係啊。首先出到嚟同人哋比賽，我覺得好開心啦，因為可以同更加多嘅對手去交流啊。我本身係一個內向嘅人，就因為爆旋陀螺呢個運動咧，令我個人變得大膽咗，可以同更加多嘅朋友傾下偈啊，交流下配置。對於今次有新一輩嘅選手咧，能夠代表香港比賽咧，咁你嘅感受係點咧？梗係好開心啦，首先，同埋都係因為我哋認識咧，都係我哋嘅朋友仔啦。咁可以代表到香港去比賽咧，我哋都真係好開心啊，好有寄望咯。希望佢哋可以得到好嘅成績。我當然都好開心啦。始終今次係 X 世代第一次舉辦呢個亞洲杯，對於有新一輩嘅選手可以代表香港出賽係好開心嘅。始終新一輩選手咁最係阿江少個仔仔，同埋可以代表香港出賽啦。而家準備功夫都幾好嘅，進度唔錯嘅。頭先講賽制嗰度，大家準備3隻陀螺，我3隻陀螺我都準備咗2隻，進度都幾好。你認為咧呢個爆旋陀螺比賽咧，會唔會有機會發展成為呢個運動競賽咧？我覺得都會嘅，因為其實而家已經係有一個國際性嘅比賽啦，可以話。咁就只不過係可能喺推動方面咧，可以喺民間方面可以再更加多啲活動去舉辦啊咁樣咯。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抱負嚟嘅，我哋希望可以即係藉住我哋推動呢個活動咧，可以係令到更加多人認識，更加多人去玩，從而令到呢個運動更加可以去到一個係比較世界級交流嘅運動嘅一個活動咯。我覺得都係有嘅，始終陀螺佢本身都係一個競技運動。我都希望佢可以成為一個咁嘅運動競賽，真係上到去運動嘅層次咁樣咯。我覺得係陀螺比賽絕對有機會成為呢個運動，始終呢個係競技性比較重嘅競技性比較重嘅遊戲啦，我覺得。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始終呢代啲個體值相差得比較遠，即係譬如可能一隻陀螺，我買2隻。同一款嘅陀螺，佢個面、重量，甚至轉出嚟嘅持久力、持久嘅時間都有啲分別。我覺得如果官方可以喺個體值嗰邊咧做得穩定啲嗰啲出品咧，更加有機會成為運動，我覺得可以提高呢個公平性。
你會唔會鼓勵小朋友以及其他人參與呢個陀螺比賽呢？我都會好鼓勵嘅，因為即係我成日都會同啲小朋友或者一啲家長講咧，而家小朋友太多嗰個電子世界嘅嘢咧，就好少同人哋好正面咁樣溝通啊。咁如果你玩陀螺咧，我就會覺得係增加到嗰個小朋友之間嗰個溝通啊。就唔好話淨係小朋友啊，就算大人都係。而家面對面嘅溝通係比較少。如果係玩陀螺咧，即係我會見到好多一路玩陀螺嘅朋友，佢哋會係慢慢更加係外向啊，會講多咗嘢啊，傾偈啊，會做咗好朋友咁樣，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鼓勵佢哋會參加呢個活動咯。當然會啦，始終玩陀螺咁，梗係多人玩先開心噶嘛。加埋而家呢個嘅科技咁發達嘅年代，個個都淨係揸住部電話喺度玩，大個啦咁出到嚟，咁咪唔識點樣同人溝通，同埋你玩陀螺起碼唔會傷害隻眼，你打機成日傷害隻眼。絕對同意小朋友參加陀螺比賽啦。咁始終而家呢個年代科技太發達，個個小朋友隨手一部手機，大家喺度玩手機遊戲啊。咁玩陀螺可以增加同其他人交流嘅機會，我覺得係一件好事。今節嘅專訪就暫告一段落啦。嚟緊下一節嘅專訪呢，亦都會有香港爆旋陀螺戰鬥工會嘅其他嘉賓會接受動漫民潮嘅專訪嘅。請各位觀眾密切留意我哋下一集嘅推出啦。如果各位喜歡動漫民潮嘅話呢，請先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IG、MeWe 以及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最緊要呢就係撳埋個小鐘仔啊！當有新嘅集數嘅時候呢，就可以通知到大家。另外，我哋亦都有呢個 Patreon 嘅專頁嘅，有免費，亦有收費頻道嘅。收費頻道相當之平嘅，只需要港幣25蚊一個月。我哋會不斷上載會員獨家嘅文章以及影片上 Patreon 專頁嘅，請各位多多支持，讓我們可以持續發展。再次感謝各位收睇。各位觀眾，我係大友新平，鄭子智動漫漫潮。